合着5倍馆，南投县嘛来举办着一连串的活动，要邀请大家到南投来看戏、听歌、踅市集。来看这个黄俊雄的布袋戏，来听布农族的北部合音，还有文创市集，通下来踅，各会当参加抽奖、抽现金哦。 南投县政府邀请国宝级的大师黄俊雄布袋戏家，各地出名的信义乡北部合音，初九将会到德山分草站表演，现场将有电音趴，还有文创市集的单位。武侠系列的以外，然后还会带来霹雳系列的插曲。OK， 因为我们就是家族事业嘛，对，所以就是跨系列我都。 过来疫情较回，疫情的境界嘛放较冷，配合中央发放5倍券，县政府表示讲，10月份开始会陆续举办各种活动，欢迎各地乡亲来佚佗。那其实溪头不是只有好山好水，你们可以来这边，让我们专业的森林疗愈师带大家走入森林。 南投县府县长陈正生表示讲，去南投用5倍券消费满200块，就会使参加现金的抽奖，有机会会使摕到大红包加大奖。